收135漢白天鑽石頻道。大家歡迎白天鑽石頻道。今日我哋介紹嘅就係我就諗住創立一個比賽，冇錯，就係咩比賽咧？就係好明顯都唔使睇呢啲，就係2025年度白天鑽石頻道最好看嘅影片。冇錯，就係呢個比賽啦。我哋就會喺2025年幾多號？2025年12月30號啊，12月31號就會喺2025年10月31號進行。期間我會用直播定係用拍片嘅方式，即係好似而家就諗下先，另作打算。好，如果大家你哋都想參與嘅話，就喺下面留言。我哋會有幾個獎項嘅，包括就係最多 view 數獎，即係話最多觀看時數嘅獎項，跟住就係最多 like 數嘅獎。呢兩個都係交所有影片，即係話 short 都包括埋入去，即係話短視頻都包括埋入去。好，係。跟住仲有啲咩咧？就係觀眾最喜愛影片，呢個就需要你哋幫忙啦。唔該喺下邊留言，你哋最中意嘅影片係咩？跟住仲有啲咩？就係咩？就係好明顯嘅，唔使睇已經知啦。就係好諗下仲有啲咩獎項呢啲玩法先。最多 view 數獎、最多 like 數獎，下邊最多留言獎項，係冇錯。下邊最多留言獎項，第4個獎項，下邊最多留言嘅獎項。跟住仲有啲咩獎項可以頒發咧？諗下先。獎品就係可以獲得我一個大大嘅讚，即係話我會主頻道，我會點讚落去，係冇錯。但係我自己嗰啲影片我冇點讚㗎，所以都係大家嘅讚賞，係冇錯，就咁啦。好，跟住就係最佳最多人留言，跟住係乜嘢？係最好看嘅 Shorts 影片獎項，因為係專俾 Shorts 嘅影片嘅，最好看嘅 Shorts 嘅影片，跟住仲有最好看嘅長視頻，即係話長片，跟住仲有咧就係好似咁樣，好似好舉少1、2、3、4、6個，而家暫時仲有啲乜嘢？可以坐10個，跟住仲有最有禮貌觀眾獎得唔得？最有禮貌觀眾獎就係我評價，我評俾你哋，係冇錯。最有定係元老級觀眾獎項？你哋諗下邊兩個好啲？邊一個好啲？元老級觀眾獎項定係元老級觀眾獎項咧？就係前100位訂閱嘅人都係元老級，即係話唔係前5位都係元老級，係冇錯。元老級有什麼待遇咧？就係會覺得我會快啲留言，會快啲回覆你哋咯，係咯。冇乜嘢着數嘅啫，其實老實講，我只係湊個獎項，跟住仲有啲咩咧？應該都冇啦。係2025年度最佳最無聊嘅片嘅獎，睇下你哋留言最無聊嘅片係邊一條？呢一條啦，一定係留言，或者嗰條啦，係啊，嗰條啦，嗰條已經俾我評為2025年最派嘅獎項啦。就邊一條咧？就一條，你哋千祈唔好去睇。因為前面嗰啲我全部都用加速嘅，除咗白天鑽石頻道，每天135係白天鑽石頻道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咁樣之外，其他嗰啲全部其他嗰啲全部都係加速，跟住就將個頭嗰粒，然後真係用人哋 share 到出去嘅影片係影片再見，拜拜。咁樣就係咁啦，差唔多就係咁啦。所以就你唔建議你哋去睇，係冇錯，就係最佳題材獎，題材係冇錯。觀眾你哋都可以喺下面留言，仲有啲咩嘢獎項都喺下面留言翻俾我聽嘅。好，
咁跟住咧，我哋咧就要宣佈完一個就係今次呢樣咯，先至就話直播 like 朋友咋，下面嚟訂閱做比賽，而且裏面每週3、5、8先轉嘅頻道，我下期影片再見，拜拜。